好，咱们开始啊。今天是2004年5月15号，是藏文课的第10课。咱们还是这个先复习一下上节课第9课，翻到第42页。第9课开始学下家字，下家字一共是4个。下家字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放在基字的下边，一共有4个字可以放在基字下边。这4个是牙、ra、啦，第4个是娃。这个娃呢，在发音上不起作用，它只是起一个区别这2个字不是一个字的作用。带娃的跟不带娃的这是2个字，但是在这个发音上不起作用，所以呢，可以不考虑它。这就是说，咱们要学3个下家字，牙、ra、啦。第9课是学这个牙。咱们看一下这个表，这个表呢，这个牙，然后它的名称呢叫雅大。雅大的这个大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咱们说过，在佛经里头也经常用这个字，就是什么呢？挂上、拴上、系上。比如说把这个驴系到这个橛子上，系上、挂上，把牌挂上。然后它的这个还有一个意思，直接就是起名，就是给一个人起名。给一个人起名就叫大，挂东西也是大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咱们佛教里头再转译一下，起名是什么呀？就叫假安利。就是他本来跟这个名字没关系，我把这个名字呢挂到他身上，这个给他起个名，假安利一个名字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字。雅大的意思就是挂上一个牙，就是给那个机子上挂上一个牙，挂在下边。挂上之后呢，不是把这个牙字直接写在这个机子的下边，而是写一半。就是上节课咱们讲了，牙字本来是这样写的，它也先写这么一笔，然后是一竖一撇，这是这个牙字。现在呢，它就光写头一笔。你比如说头一个嘎嘎，这个呢它就光写头一笔，就光写这个拐过来这个，所以它就成了这么一个。下边挂的这个钩子就代表了牙，就是说写头一笔就代表下边有牙，这样等于就是给它挂上牙了。嘎加上牙就读另外一个音了。读哪个音呢？上次也讲了，牙的声母是一，一啊牙，这是给它加韵母，如果不加韵母就是一。嘎如果挂一个牙，就等嘎的发音是咯，如果它是加啊就是啊，那就是嘎，不加就是咯。咯下边加上牙，也就是加一个一，加一个一呢，一在第2位呢，它这个写的时候还是这样写，还是写成这个 y， 就是还写成这样。但是实际它的读音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一，读音就是一。所以你在拼音里头，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写成 g， 就等于说这个牙嘎加个牙，它俩合起来就念作咯一 g， g， 然后 g 呢没法念，就要加一个韵母，一般咱们先加一个啊，咯一 g。g 啊加，就把它的音找出来了。如果下边挂一个牙，就等于是加一个一。在这个拼音教材上写这个一呢，还是写这个牙的这个开头字母 y， 一看就知道这是牙。写上它，你记住它的发音就是 g， 所以思想上想的就是呢，咯一 g 啊加。那个我读错了啊 ，g 是嘎是一声，一声呢 ，g 啊加加加加，原来如果不加一，光是这个嘎的话呢是咯啊嘎嘎，加中间加一个一之后呢是咯一 g， 先发 g啊加加。加，或者是你声母还按这个咯，
然后后边呢呀、哥呀、嘎都可以拼起来，哎，g跟 a 拼也行，哥跟a 拼也行。咱们就还来把这个上节课的这个发音来练习一下啊。43页咱们来看，第一个就是嘎嘎嘎，往后第二个看嘎后边加了一个后加字卡，后加卡爬撒，把调摁下来，它是高声一声，就给它摁成4声了，嘎嘎嘎，啊，读得很好。第二个是 gi， 这个怎么读呢？嘎加上牙是咯一 gi， 然后那个元音呢又是一个一，等于是2个一发起来就是长一点，所以还是 gi， 所以这个音不变，就是 gi。哎，第三个 ge， 哎，你拼音自己很好找了，就咯一，然后再加个 哎，咯耶 ge， 最后一个 gyo 卡，后边一卡摁下来 gyo， 哎，咯一跟 o 拼起来 gyo gi， 或者是 gi o gyo， 哎，再来重复一遍啊，嘎嘎嘎嘎 gi gyo， 好。第二个咔跟呀拼起来就是科加上一是 k， 哎 k a 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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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a， 第二个音 ka ka ka， 第三个 q， 哎，是这样，科一跟 u 拼起来，科 u q 啊，或者你先拼这个也行，科一 k 跟 u q 啊，我说错了，是这个 q 啊 q， 哎，这个后加卡帕撒，这个塔也是把调摁下来，咱们来摁下来啊，就是 k， 然后是 k， 然后是 k 加 a 是 k 把调摁下来是 k， 最后一个 k 科一 k 跟 a 拼起来 k， 这第二行再读一遍啊， ka q k， 好。第三行这个是卡跟亚大，卡亚大卡，哎，就是跟第一个读音一样，就是2声，哎，调升上去。这个卡后边改成啊是这个，你看咱们先声母啊，声母是科 k， 这个后边是啊是这个韵母，可以就是可以啊，落了个啊，对，落了个啊，强，哎，卡，然后加个哎，强，后边这个 k， 这就是 k 一就不变了，就 k， 后边这个是 q， 哎 ，k 一加 u， 然后呢加个日，哎，啊，加个日是这个音 ，q，
q k u r， 哎 q r， 哎，没事自己可以这个慢慢的练习一下。这个 q r 很常用了，这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转变，然后呢翻译是 q r。比如说藏文叫丹卓尔、甘卓尔，这个甘卓尔的这甘嘎是圣者之语，咱们佛教里头就是佛语。甘卓尔就是这个 gur， 就是它，就是 gur， 就是翻译过来的佛语，这就是甘卓尔，那就是经。然后那个丹呢是论，丹卓尔。丹 gur 翻译过来的论，哎，就是这个佛弟子们的著作，就是丹卓尔。所以甘卓尔就是经，丹卓尔就是论，这个卓尔就是翻译。所以藏文的大藏经很规矩，藏人的著作不准入大藏经，大藏经里头全部都是翻译过来的，或者是从梵文翻译，或者是从汉文翻译。这个藏文大藏经翻译了很多这个汉文里的经典，哎。所以他的大藏里头没有那个藏人著作，你看很准确，因为它题目规定了翻译过来的佛语，翻译过来的经典。然后这个宗喀巴大师呢，就是宗喀巴全集，哎，自己这个立集的，不入大藏。这一行咱们也读一遍啊，嘎，哦。我嘎我读成什么了？嘎啊，没有那个音，就是把第一个给读成二声了哈，没有这个啊。哦，最后一个没读，最后一个是这是卡雅的卡跟那个拼起来，缺，咱们回来啊。这是强，睡迷糊了啊，强，好，这是三行的，下边一个。下边这个呢发音就简单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们发过这个音，不是新的。巴雅大就是巴下边挂一个雅大的话，就直接念加。这样加呢，咱们学过，所以呢发音不新鲜，这就是一个记忆的功夫了。就是你记住哪个音挂上牙之后念加，哎，这个音好发，加，哎，音好发。这个记忆呢，我是这么记的啊。八，你看啊，加的这个发音是鸡，对吧？加是鸡，这个你看它这个就像鸡，它这个巴雅大正好这右边这条竖线就跟这个鸡似的，所以呢，一看到巴雅大就想起来就是鸡，哎，鸡啊加，所以呢这样来记就是。巴雅大就是加，哎，记它这个右边这一竖一下来就是一个鸡，哎，再看这个第二个帕雅大掐，哎，帕挂一个雅大是读掐，读音好办了，掐就是记，怎么记呢？你看帕呀，帕这么一写，里头一分两半就跟这个掐呀，掐也是两半，哎，它就跟这个掐有点相像，就好像两边两个半圆一样，把它俩联系起来，哎，它这一啪里头一分两半就等于掐，就读掐，哎，所以呢，一看到这个啪呀大，直接跟掐联系起来，掐，然后咱们后边看啊，掐上边 k 固就是七。哎，发音很熟悉，那个不是新的，就直接判断好就行了。下边读掐，上边 k 固七，
后边一个恰，哎，最后一个翘，发音跟这个完全一样，这个那热跟这个完全一样，是吧？翘就是一个那个反应，这个也起个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区别单词的作用。哎，那个是掐，这个是这个帕雅大，这样是两个单词。这行读一下啊，掐，七，恰，翘，下一行卡，哎，这个呢相当于那个卡，就是帕雅大，卡，你看你自己想什么办法来记啊？这个。自己想办法吧，我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比较怪了，但是虽然怪，但是自己的到时候就能想起来就行。你们也是，到时候不管他什么办法，图像上、发音上什么，反正很怪的，哎，你只要一联系起来，你就记住了，卡。哎，这有时候自己能找到很那个别人很不明白的、很奇怪的这个方法。咱们直接就来读啊，下边一个音是强，下边一个是且，最后一个是且，最后一个跟倒数第二个的区别就是前边这个呢是发是七，然后是这个，你要是不是这样啊？是哎是这样是吧？是哎哈。这个 I 呢是张口最大的，且，后边这个呢就口张小一点，还是发 I， 但是张小一点，甚至你要是怕区别不清，你也可以接近于 A， 发这个接近于 A 的音，就是汉语拼音这个 A 的这个音，且，你可以发成那 A 的音也可以。这样就区分开了。这一行也读一下，强，且，最后一行马雅大，马挂一个雅大呢，就等于娘。这个呢，我觉得也好记，你就直接跟那个娘的那个形状联系起来。你看那边娘是俩圆圈，这个圆圈也不少，哎。对你那个，而且我是怎么记啊？这个麻呢跟这个妈妈这个发音有点像，娘呢跟那个娘的那个发音有点像，反正妈跟娘都一回事，所以呢麻就是娘，哎，娘的发音啊，这个也不用讲了，这都是熟悉的音，咱们来发啊。下边那个是娘，然后哪热是牛，然后后边翁就是牛是受，经受过，不是感受的受，经历过，就是有这种经验，牛经历过，感受过。下边一个呢，娘跟啊是娘呢，娘后边有仨，这个调还摁下来。娘本来是这个往上的，这一摁下来就成了这个三声了哈。娘，哎，这真成那个娘了啊，所以好记了。最后一个牛儿，哎，因为它的声母是呢一，然后呢加上乌，牛儿，整个这一行读一遍啊，娘，牛儿，哎，牛儿，哎，
你乌，哎，声母是你，那个是乌，牛女儿，整个咱们来一遍啊，嘎嘎嘎嘎嘎给咔Q女儿，好，这是雅大，就是挂上牙，哎，就发生这么一个变化。第三行最后一个词，带雅大跟不带雅大发音呢？这差不多。它因为那个你要是卡就是科那个约是这样写哈，科约缺，然后这个加上这个之后呢，就是中间加个一是 k 约缺，它就那个就是在这个它就就是区别很小了，这个就不重要了，就是科约缺，然后 k 约缺区别很小，区别很小，这些啊你不要那个就是这点区别说话根本就那个显示不出来，哎，这都无所谓了，就个别的这个音那个就是读区别不大，判断不大，就无所谓了。因为你要是如果到句子里头呢，它经常这个词跟那个结合，这个跟这个结合，他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字，这就是雅大就完了。下边咱们练这个传统拼读法啊，这就是藏人学习的时候就是这样来读。咱们来读第一个啊，嘎雅大嘎，嘎雅大嘎，第二个卡雅大卡塔 K， 卡雅大卡塔 K， 卡雅大卡塔 K， 卡雅大强啊强，我这个也是过了一个月，舌头就不顺了。卡雅大强啊强，卡雅大强啊强，帕雅大恰卡恰，帕雅大恰卡恰，帕雅大恰撒切，帕雅大恰撒切，帕雅大恰马撒强，帕雅大恰马撒强，哎，强这个词记住，这很重要。强再加一个八，强八，哎，强本来是3声，后边一加八呢，前不许降，就变成2声，强八，读强八，强八，强八，就是强八，强八就是慈氏，这个强就是慈悲的意思，哎，慈悲的意思。强八就是慈悲的人，咱们说过八是这个指的人，慈悲的人就是慈氏，咱们汉语就译慈氏，哎，这就是你看这个人家藏文呐，比汉文就比较科学一点，它能译的都译意思，咱们译这个慈氏就译叫弥勒，是音译，
你过来之后，弥勒是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还得讲啊才知道。你这个藏文呢，它直接一意思，就是把这个它的本意说是慈氏，就直接慈氏，哎，慈悲的人直接译过来。这样的话呢，一看就是慈氏，一看就知道慈氏。哎，这个发音呢，你看咱们汉语过来发音，直接就译强巴佛，强巴佛你就不知道是谁，是吧？你要说慈氏佛，行了，那就知道是这个弥勒佛。哎，强巴。翻过来，咱们练习这边。翻过来，这个是卡雅达卡克古 k， 卡雅达卡克古 k， 卡雅达卡克古 k， 卡雅达卡那若克塔克，卡雅达卡那若克塔克。帕雅的恰那若确卡萨确，帕雅的恰那若确卡萨确，哎，没关系，咱们再多来2遍啊。帕雅的恰那若确卡萨确，哎，读慢点没关系啊。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，啊，主要我太慢了，你们这速度就掌握不住了，咱们再来个正常速度啊。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，对，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，好，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，最后一个是玛雅达nha那若牛啊牛，玛雅达nha那若牛啊牛，玛雅达nha那若牛啊牛，这个多读这个传统拼读法呀，对这个培养语感、培养这个记单词都很有好处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咱们把这个传统拼读法再过一遍啊，还翻回来，一遍过去啊。嘎呀达嘎，卡呀达卡塔克，卡呀达强啊强，帕呀达恰卡恰，帕呀达恰萨恰切，帕呀达恰马萨强，翻过来，卡呀达卡克古 k， 卡呀达卡那若克塔克，帕呀达恰那若确卡萨确，玛呀达nha那若牛啊牛，下去之后自己可以这个多练习练习啊，慢慢的就习惯它这种传统拼读法了。下边看例词，这是卡呀达卡那卡克古 k， 这是狗，第二个强，这有点像汉语的墙，就是土墙，第三个是恰是手，但是这个手呢是敬语，这个咱们上节课教了一个词儿叫掐猜落，这是每一个经前头先掐猜落，就是顶礼，顶礼呢是先掐，这是手，然后猜是什么呢？猜是做动作，啊握，然后就是前加字是啊，
中间是这个擦，然后后边是拉，拼起来就是猜，掐猜，然后再来一个拉，那若，画一个结束符，这就是普通的一个小短语，就是顶礼，用敬语，手做动作，就是顶礼。这个啰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啰的作用是这个句号的意思，就是每一个句子它本来这两个字就已经掐猜就已经完成了，它表示结束这个句子的时候呢，它重复最后一个字母，给那个字母加一个哪若，这就代表句号。这个啰就是说完话了，他好像感觉不过瘾，就是告诉你这完了，就是把最后一个字母加上一个哪若就落，这就完了，所以就成了掐猜落。咱们读一下啊，掐猜落，掐猜落，就是顶礼。经前头一般都先这个向佛菩萨顶礼啊，向文殊菩萨顶礼啊，都是掐猜落。下边一个词儿，七波，七波，七波，晚就是早晚的晚，形容这个晚了一点了，七呢还有后边的意思，晚了后你在前头，他在后边，第五个字是沁，这个呢很奇怪，应该读亲呐，怎么读沁呢？这七音亲，怎么读沁呢？因为这个古代的时候啊，古藏文里头啊，一共有2个在后加字，现在呢就剩一个了，在后加字就剩一个撒了。古代的时候还有一个在后加字是塔，现在呢后来他慢慢文字改革，就跟咱们汉语似的，慢慢简化字啊，把这个塔给简化掉了，不要了。这个字原来就有这个塔，就有这个在后加字，有在后加字，塔是要把调摁下来的，所以他那个就一直是读这个沁，就是到达的意思。他这写的是去的过去时，去的过去时就是到了，就去过了，就是到达了，就是这个沁呢，就是发音保留下来了，但是呢简化字把那个在后加字给简化掉了，所以读沁。这个词也是非常多用的，这个到彼岸，到彼岸的到就是这个，就是沁，就是沁，然后再加上彼岸在前头，沁在后边，帕瑞度沁吧，这就是到彼岸。这个回头咱们学的时候再学，这个字多一点，我把心经都给你们印好了，回头咱们学心经的时候，就是帕瑞度沁吧，就波罗蜜多，这是沁。第6个是强，读错，强，读成那个卡雅大了哈，这是爬雅大，强，北边为强啊。第7个穷，得到，得到。第8个且做，这个字啊用的量这个频率相当的高，就是相当于咱们汉语的这个做什么的做，也包括这个这2个字的这个意思都在里头，就是做什么都且，它还有这个能的意思，做什么呀？能做什么？所以有时候那个韩老经常把这个带这个字的词翻成能什么，因为韩老特别强调能所，为能无所嘛，有能無所，这是且。后边这个且，后边第9个啊，且，这个跟上边是一个字，上边那个是现在时跟未来时，下边这个是过去时。这个它的这个现未过还有命令式这4个变化呀，非常简单，以后咱们以后再讲，这个你现在就先这么记这2个，因为这2个非常常用，所以你把它当成2个词记都可以，就是一个是过去时，一个是现在时未来时。第10个
邕就是曾经干什么过，曾经经过什么事儿，就经历过什么事儿，助动词。第11个 kirang 你您，这是书面语kirang 就是指你的意思。最后一个是虾壳虾壳呢，虾是东边，壳是方面，哪一方面？某一方面，东边这个方面，东边面就是叫东面，东方。那个北方是墙，你看它墙是北，虾是东，加上壳就加个方字，那就是方向方面。这些字以后使用这个还是都挺多的。这个对之分，所对之分，就是这个壳，所对之方面。咱们把这个例词来读一遍啊。ki 强掐猜了七包沁强穷且邕kirang虾壳。咱们再看一下后边的练习啊，看看拼一拼试试。第一个呢是掐跟秋，就是掐，对，掐跟秋，那还是秋了是吧？不是掐跟乌是秋拉，就是说那个后边那个卡呢，你可以发一个歌的那个口型，做一个歌的口型，所以是秋掐不是秋个拉。当然你不发这个卡不发音呢也不为错。第二个七跟英拼起来清吧。第三个掐赖第四个求是3声，2声就变成3声了，一变调。再一个且妈后边一个是齐翻过来娘安牛蛙对牛蛙这个注意啊，这个是卡跟 kin 对，这个下边这个 k bar 这个注意，它这个卡雅大是 k 是科一，它加了一个一，然后加上 a 是我老记不住，是这样吗？还是倒过来反过来 a 在这是 k 它跟那个没有一的不一样，没有一是科 开，这个加上那个是 k 那个嘴要变一点 k bar 这个字非常常用，咱们讲变法法性现在就碰到这个字了，就是差别。这个佛经里头译的最普通的是差别，它这个差别呢，但是呢
还经常译成什么呢？书圣。这个是一个意思。你现在就要把这些字啊，就是理解一个藏字的时候，就把它的意思统一起来。说差别跟书圣有什么关系啊？差别就是指的它跟别的不同的地方，实际上就是它的特点。它的特点就是它它殊胜的地方，它优势的地方。所以佛经里头经常或者译为差别，或者译为殊胜，这两个译的这个都非常多。你看韩老在变法法性里头，这一句译殊胜，那一句译差别，为什么呀？他觉得这个地方强调殊胜方便，这个地方强调差别的意义多些，他就可以来回译。后来我说是什么呀？干脆都译成一个什么特点？无分别智的特点，比你这个在汉语里头啊，比你说无分别智的差别、无分别智殊胜那个引起的误解，我觉得要小。无分别智的5个特点，什么不作意啊，什么那个就出来了。这是 Kebar， 下边是注意啊 ，Keb， 先跟这个字分别一下，如果要是科是跟这个，咱们说了是咔这个要戴个小帽子变成科，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个波的那个口型，所以是这个读克，这个是真是吧？讲过吧？克不是真，克不是真。这个现在呢，在这加了一个一，发音不一样了，是 kib k 加kib，不一样，所以自己下去可以慢慢体会体会。一个是是克，这是真。那个王舍臣就叫国王的真，就是王舍臣，那个也是佛经里头用的。那个克不，这个呢跟克不一样，是 kib就是要发 kib， 对，回头慢慢的体会体会啊。后边一个是 kim 仓，那个麻要发一个 m 的那个的那个口型 kim 仓。对了，下边一个 q 嘎，科一 k 加 o q 嘎，对，下边一个 kunne， 科一 k 加 kunne， 最后一个是 kya 加上那个 on 是吧？o 加 on， 穷，要写出来就是 k 加上 on， 这样拼的 k 穷，它这个书上拼的时候啊，它不直接写成这个一的发音，它还是写成 y， 还是写成这个，你见了 y 就知道 y 是发一的音就行了。穷，咱把这个练习的这个再来重复一遍啊。第一个是 chukra， 第二个是清巴，chakle， 求，且妈，齐，娘安，牛儿蛙，这个是 kin， kebar
kebar kebar ki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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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mch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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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yoga kyoga kun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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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穷啊，不对，卡是穷，穷，穷，哎，后边的韵母是翁，哎，穷，穷，哎，下边一个练习是，它是用不同的写法把那个拼音标出来。这一类的练习呢，咱们干脆就不练习了。为什么呢？它主要是为了让你这个就是写，就是咱们是有这么读写什么说呀什么，咱们就练习读，哎，咱们就练习读。既然拿了经，我能读出来就行了。所以这一类的咱们就不练习了。咱们看第4个比较发音，第一个啊，嘎嘎，第二个加加。咔咔掐掐叽叽叽叽k七，这个是强啊，这放在一块儿就区别开了啊。这个 k 是发的可以 k 是强，后边那个是七，说是强，哎，就分清楚了。好，咱们休息一会儿，好吧？咱们现在来学第10课。第10课是第2个下家字，是ra。这个ra呢，这个写起来像他说的这个下家字可以加在哪些字的下边，根本不用看，哎。这个咱们又不练习写，更不用看它反正有了咱们读就行了。这个写起来呢更省事儿，ra是跟工人的工字一样，他就光写一横就代表ra。你看，嘎下边加一横，这代表ra了。这个关键咱们现在是把它的读音读出来。这个呢比那个嘎省事儿，为什么呢？它是好几个字加起来都读一个音。你看啊。那个嘎啊，这个加上ra之后是ra大，嘎ra大，然后呢是扎，是吧？你看后边那汉语拼音嘎ra大扎，那就是读扎，哎扎就跟咱们汉语拼音的这个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就这个是一样的，哎扎。至于这个你怎么记，就是这嘎ra大，它就念扎，怎么记你自己来这个。反正我是跟这个汉语拼音拼那个联系起来的，我就觉得它这个呀，就有点像这个，我就直接把这个形状，哎，我就把它跟它联系起来，所以我一看就是扎，因为它这个下边这一横啊，有点像那个咱们那汉语拼音的那个 z， 然后后边你看啊，这是哒，第2个是哒ra大也是扎。哎，也是扎，巴ra大也是扎，这3个都是一声的，哎，加个ra大都是扎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扎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分这么几类，分3类。你看啊，咱们来看啊，就是嘎ra大、哒ra大、巴ra大都是扎，咱们来读一下啊，第一行，扎，发音也没问题，也好发。咱们再看这个第一个单词啊，它是之，实际上声母就是之，韵母是乌，就是猪，猪后边刮就是中，哎，中。第2个呢，跟它发音很相似，为什么？还是之加 o 是捉加是中，说这个咱们读啊，中，这2个发音有什么不同呢？基本上没什么区别，不同就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之乌，中，哎，中，
第二是支窝，窝捉中，发出效果来就没区别了。所以呢，关系不大，就是你就读中就行了。哎，就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元音符号不一样，哎，但是发音都是中。最后一个 G， 哎，之一 G， 哎，第二行是哒呀的，也是扎。然后咱们看啊，之窝跟后边拼起来是晕，是吧？窝变成那个拿是又要变音啊，不对，是这个拿是这个不变的哈，那就是窝恩是吧？温尊，哎，温尊，对啊，对不对啊？温尊，是吧？第三个扎完了呢是坐，哎，这也是就是一个记的功夫了啊。这是扎，下边看第二组呢是叉是两个，一个是卡拉达叉，一个是帕拉达叉，哎，现在我这都已经反映成感觉了，就是感觉这两个就是叉，哎，所以大家多读，然后自己也是找一些联系来，就把它跟叉这个联系起来。我现在找吧，你看这个卡拉达是叉，这个卡呀也有是跟什么相似啊？就跟这个 C， 就这边你看它这儿也有，就跟 C 相似。哎，一看上边也有，左边也有，就跟 C 似的，所以就叉，哎，叉。那个帕拉达你也跟这个 C 联系起来，这样的话呢就成了叉，哎，叉。下边看练习一下读音。第一那个叉的后边那个啊，叉，哎，直接读四声就完了。第二个 chan， 哎，吃 an chan chi， 哎，吃一 chi 就行了。下边一行也是叉 chan， 跟上边那个发音就完全一样了。哎，最后一个是出，哎，咱们再读一遍啊，叉 chan chi叉 chan出。第一组咱们忘了读哈，第一组也读一下，回来再巩固一下。扎中 G， 第二行扎尊扎坐。再看第三组呢，注意啊，发音跟第二组是一样的，就是声不一样。哎，卡拉达是叉，卡拉达就是茶，哎，塔拉达也是茶，帕拉达也是茶，就是跟那个这个就跟字母表上那个规则是一样的了啊，一个是一声，一个是二声就完了。咱们来看啊，第一个是这个戳，哎，吃戳，
第二个注意啊，戳。第三个啊，虫，吃跟翁拼起来，虫。下边一行也是茶啊，也前头也读一下吧，茶，下边啊，茶，哎，这个2声把调摁下来成了3声。下边一个啊，戳，起，再下边一个茶，戳，起，再整个读一遍啊，茶，戳，虫，茶，起，茶，起。好，下边这个就一个是比较好记，再一个使用的频率也小一些了就。第一个是哈喇大是沙，这个使用频率不高。哈喇大沙，咱们也读一下啊，沙，沙跟那个诗跟沙跟或者是诗跟昂拼起来，商，后边这个啊，山，西，哎，后边这2个就更好读了，为什么呀？发音整个没变，就是麻加上这个喇大呢，发音不变，还是麻，所以就是麻，哎，完了。下边那个撒喇大还是撒，也不变，那样咱们就直接就当成跟没有那个喇大一样来拼就行了。第一个就是松，第二个是细，硕，这3行咱们也读一下啊，沙，商，山，西，麻，撒，松，细，硕，这个喇大的就完了。所以这个喇大的这个发音上没问题，就是一个这个记忆的问题，就是多读一读，多练习就行了。咱们看看这个传统拼读法啊。第一个是咱们慢一点啊，卡喇大叉卡叉，卡喇大叉卡叉，爬喇大查那禅，爬喇大查那禅，塔喇大查卡萨查，塔喇大查卡萨查，塔喇大查卡萨查，哈喇大沙雅商，哈喇大沙雅商，萨喇大萨萨塞，萨喇大萨萨塞，下边一行是带元音字母的，是帕喇大叉写不出，帕喇大沙写不出，帕喇大沙不对，
这个一分神就这个做。帕拉达叉写不就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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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拉达叉那若抽卡萨抽。卡拉达叉那若抽卡萨抽。抽，哎。卡拉达叉那若抽卡萨抽。对，这回读的对，再来啊！卡拉达查那若戳卡萨戳，对，帕拉达查克古七萨七，帕拉达查克古七萨七。哈拉达沙克古西拉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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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萨拉达沙写就松啊松，萨拉达沙写就松啊松，萨拉达沙写不就松啊松，萨拉达沙写就松啊松。整个再来一遍啊，就这个整个来一遍啊。卡拉达查卡查，卡拉达查卡查，多练些是吧？卡拉达查卡查，卡拉达查查，帕拉达查那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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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塔拉达查卡萨查。塔拉达查卡萨查，塔拉达查卡萨查，塔拉达查卡萨查，哈拉达沙雅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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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萨拉达萨萨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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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帕拉达查写不就出？帕拉达查写就出。帕拉达查写不就出？帕拉达查写就出。卡拉达查那若戳卡萨戳。卡拉达查那若戳卡萨戳。对。卡拉达查那若戳卡萨戳，卡拉达查那若戳卡萨戳，不错。下边帕拉达查克古十萨十啊，我读错了，是帕拉达查那若七，对吧？啊，帕拉达查那若七萨七，脑子这个累了就糊涂了，重来啊！帕拉达查克古十，帕拉达查克古七萨七，还回不来了，再来啊！帕拉达查克古七萨七，帕拉达查克古七萨七，哈拉达沙克古西拉西，哈拉达沙克古西拉西，哈拉达沙克古西拉西，萨拉达沙写不就松啊松，萨拉达沙写不就松啊松，翻过来看单词，差，这是血啊，差。第二个，七，
千万、百千万的万，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座，狮子座，这个座都是 chi， 一个广字一个座字，那个座位的座。第三个 冲，哎，大街市场。第四个锄，麦子。第五个是齐，刀子。第六个齐，读音完全一样，是写字的写。第七个读音还一样，齐，问问题的问。这个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香，色声香味触的香，色声香味触的香是味道、气味、香味。哎，齐，哎，第七个，对，第七个。这几个呢怎么记呢？这个我就胡说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是不是没电了？我那儿，你还带电池了吗？啊，好。这三个怎么区分哈？我就是我自己的胡说的经验啊。你看这个齐，第一个刀子，刀子有把，所以呢就是一个刀子，要跟菜刀似的。第二个呢，爬喇大就像一张纸一样，哎，一张纸一张笔，所以呢写，哎，第三个就特殊了，前两个特殊了，第三个就不用记了，哎，开口，哎，这个也很好，上边一个鼻子，下边开口，哎，那口还往下咧着，就是傻乎的问了哈，哎，就是你就用这些，你稍微加一个联想，哎，它就这个不一样。下回说不定你又想起另一种联想，因为这样来回就巩固住记忆了，就哎。你看刀子有把就是刀子，哎，这个琴呢，一张纸一张笔，一支笔就是写，就是自己来这个就跟闹着玩似的啊，把这个背单词当成游戏，就是有时候联系声音，有时候联系唱歌，有时候联系这个啊，哦，那么回事，行。下边接着来啊，这个第八个也是常用了，注意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的6，读起来是除，哎，这当然常用了。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是你像咱们佛经里头到处都是什么5蕴6度，什么这个十波罗蜜，哎，这到处都是这个数字，这是常用的。第9个禅，它的本意是想念。咱们佛教用的时候啊，最经常的意思就是念，四念住啊，念佛，念头，心念，哎，这个字也是很常用。而且这个念很重要，修行修什么呀？就是修这个念，哎，就是修这个念。第10个塑，哎，读音没问题。生命就是要按为师讲，什么叫有命无命？这个在网上经常讨论，说细菌杀死细菌算不算杀生啊？杀死这个植物算不算杀生啊？啊，杀死微生物算不算杀生啊？在为师里头讲，有情是有情识，有就是指有阿赖耶识，就是说你有没有生命，以这个有没有这个阿赖耶识来判断。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说植物跟这个微生物呢，生物一共是3种，是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。植物跟微生物也是有生命，是吧？哎，它也有生命。不对，我说错了啊，是这个让这个用中性的说法叫有生无命，就是它能生长，但是它没有命。哎，所以这个生命啊，还是指的这个有阿赖耶识的、有情识的，哎，就是以有没有阿赖耶识，有没有这个业的积累，以这个为这个造不造业，以这个为标准，哎，生命。第11个，这个词儿很少用了啊，咱们也练习一下发音。切不细，哎，政治，咱们那个里头很少用。第12个，这也少用。戏剧，
西剧，这个稍微有点变化，后边那个本来是齐，就是求是吧？掐是吧？掐换成乌是求，后边加仨是曲，本来是曲是吧？但是因为它是在第二音节，第二音节是拼音字母的那个第三竖行，碰到第二音节呢，变成不送气，就变成鸡，而且它还要变成平声，就变成鸡，然后它又在后边有一个仨又要调摁下去，所以就变成了句，西句啊，不对，我第一个读错了，第一个也是平声，西句，哎，这个纯粹咱们就是练发音，这个词儿很少用啊。后边那个醒瞻，农奴，这个也是有这个就是变化的。醒是农民，咱们学过，醒吧是农民，禅是奴隶。这个禅呢，因为它是在第二音节，爬又是那第三竖行的，所以是变平声变这个不送气，就变成了瞻，哎，醒瞻，哎，这是一个变化。这咱们也是这个佛经很少用的。下边一个柴rim啊，柴rim，这个前边柴没问题，后边这个 rim 呢，本来是应该发平声的，是吧？应该是 rim， 但是它这个呢，实际是原来有后加字的，所以它的发音习惯又是降下来。这个词咱们也很少用，所以咱们不管它，就练发音就完了。柴 rim， 哎，它这也是原来有后加字，后来给减或省掉了。阶级咱们也很少用的，这个就用的多了。注意啊，出鸠60，你看跟汉语的那个使用习惯完全一样，6加上10就是60，哎，这个就跟汉字似的，写一个6写一个10就是60，所以这个好拼。下边一个柴娃啊，这是忙的名词。下边一个，这个纯粹是练发音了啊，这佛经里头不会出现的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用藏文字母来拼读外边文字里的音，哎，就是组音，就好像咱们中国人用汉字来拼外国人名字的那个拼音一样，哎。第一个是中国，哎，你就都符合拼音规则就完了。后边卡不送气变成平声，哎，国就行了。第二个公社，哎，咱们就练发音啊，哎，这个咱们不意义，咱们不管它，咱们后边也是就练发音啊。孔参当，哎，你就练发音就完了。记住，它这个名词啊有一个规律，名词要是3个音节呀，前2个音节按照拼音规则来读，第3个音节一般就按读轻声，哎，这是学一个拼音规则就完了，哎。下边一个称庸，这个前边那个有变化了。前边那个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本来这个茶是长，是吧？场庸应该是场庸呢，因为后边这个乌是闭元音，所以这个啊变成就是长就变成了成，所以是逞庸。咱们说过，你可以变可以不变，但是这个字呢，它那个就是大家都变的就是习惯了，所以咱们这个也按它习惯来读，所以是逞庸。哎，那个后边本来是
是声调，后不升，所以呢变成平调。称妞，长是数量、数目、数字，长是数目，妞是少，合起来就是少数。最后一个比较常用，戳波，朋友，这个常用。我们佛经里头，这个恶友、善友啊，这个远离恶友什么，这都用得着。朋友，下边练习这个练习啊。对，这个单例词咱们要读一遍啊。第一个差，七，冲，齐，第六个齐，第七个齐，除，产，缩，切不细，戏剧，行占，柴任，出究，柴娃，中国，公社，共产党，称妞，戳波。下边练习，注意啊，吃跟音，吃跟音拼起来，琴。第二个，吃跟鱼拼起来，吃。这个你就硬拼，知道声母是吃，知道这个韵母是鱼，吃鱼，不对，吃，三声。下边一个除，这个除注意后边那个爬呀，要发一个波的那个口型，除，后边一个除，后边一个起妈，尘垢污垢，起妈尘垢污垢。你看那个这个切的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闻，一个是香，味道。味道妈呀，跟那个哇有点相像，就是名词化。这个不过一般它是用在这个女性的阴性的这个名词那个上边。切妈味道啊，就是污垢，有味儿就是坏了，跟那个汉语这个思维那个习惯很相像的。切妈就是污垢，说这个不够不净，就是这个。第二行第一个切妈，第二个戳娃，第三个插波，第四个长波，第三行了啊，缺灭是吃是声母，约是韵母，缺灭，后边是 M 是声母，然后 A 是韵母，灭，下边一个重启，这个记一下，城市。像这个王舍城啊，什么这个城那个城就是重启，城市。下边一个是重义，下边一个是起碟，翻过来
chim， 哎，那个马要发一个 M 的口型 ，chim， 对，下边一个空戳，这也很常用。贪嗔痴的嗔，就是恼怒、发火、空戳，发怒、愤怒、嗔、空戳。下边一个丧，下边一个是三妈，下边一个是缩恰，最后一个是切密，这个没是没有，切是羞耻，这个无耻，这不知道羞耻就是就是不知羞耻。这个51个心所里头有这个惭愧，无这个是无惭，可能就是无惭，对。最后一个题这个咱们再读一遍，这个发音多练习练习，对反应有好处啊。第一个是秦，去，除，起嘛，戳哇，插播，长波，全灭，重启，重译，起碟，chim， 空戳，丧，三妈，缩恰，是切密，最后一个题它是区别不同的发音，咱们看区别一下第一个扎，叉，擦，中，宗，戳，杀，撒，看什么地方还有问题，或者什么地方想再加强的，那就是这样吧。生词再读一遍，48页生词读一遍差，七，冲，起，除，前，缩，切细，西句，行针，切rim，出揪，切哇，中国，公社，共产党，成庸，戳波，下边的也领一下吧。秦，去，除，起嘛，戳哇，插波，
착보, 창보, 창보, 최묘, 총기, 총이, 치대, 침,空车, 상, 산마, 소차, 체미,那个龙藏法师，你们实践怎么样？那个再读一遍那个传统拼读法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来传统拼读法啊，传统拼读法这个，因为这是不是咱们的重点，有时候可能练习的少一点，但是呢，其实你在下边啊，就是多练习，慢慢一熟悉来啊，也很舒服的。咱们再读一遍啊，卡拉的叉卡叉，卡拉的叉卡叉，帕拉的查那禅，帕拉的查那禅，塔拉的查卡萨查，塔拉的查卡萨查，哈拉的沙雅商，哈拉的沙雅商，萨拉的萨萨塞，萨拉的萨萨塞，帕拉的查写不就出，帕拉的查写不就出，卡拉的查那若戳卡萨戳，卡拉的查那若戳卡萨戳，帕拉的查克古吃萨吃，帕拉的查克古吃萨吃，帕拉的查克古吃萨吃，再回来那个戳包，这是那个朋友的那个前边那一半，戳包是朋友，但是他在句子当中啊，经常把那个包去掉，就是戳就代表朋友，跟其他的再组成一些词。这个字咱们再读一下啊，这个好像大家读起来费力一点，注意啊。卡拉的查那若戳卡萨戳，卡拉的查那若戳卡萨戳，不错，下边就再过一遍啊。帕拉的查克古吃萨吃，帕拉的查克古吃萨吃，哈拉的沙克古西拉西，哈拉的沙克古西拉西，萨拉的萨西就松啊松，萨拉的萨西就松啊松。好，咱们这节课就到这儿吧。这个主要大家就记住一个，你要想学会啊，一定要坚持。坚持什么呢？每天至少要读，至少每天要读。然后呢，每天最好是读3-4次，每次大概10-20分钟。你只要能坚持这个，你下来啊，你不要管它，下来之后肯定能跟上，而且效果还很好。它就是一个重复，你多次重复的种子熏习多了，它自然就能联系起来。过几个月，自然那个速度就加快，反应自然就加快。所以你一定要坚持。一开始这个阶段比较困难，到后边下学期啊，咱们学完这个拼音之后，学文法呢就有些意思了，就学句子啦，学这个什么就有些意思了。然后咱们可以加上这个，就是像心经啊比较短的就可以加进去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背一些经典，背一些颂子呀什么，可能就这个更练习起来更自然了。行，这节课就到这儿吧。